多元文化日咧就係我哋每年會舉行一次嘅，咁通常我哋都會放喺學期尾去進行。原因我哋好想學生有一個總結去全年嘅一個學習嘅成果。我今日好開心，因為我有好多項目會表演咯。我表演咗體操、口風琴同埋現代舞。我最中意就係體操，因為體操嗰啲服飾好靚。睇翻邊一條路徑係短啲，同埋咧，我哋有時會有啲障礙物，咁你就知會。呢一年裏邊，我哋都試咗一啲新嘅一啲創新嘅教學模式，我哋都想咧係喺呢個借呢個機會咧係呈現展示俾家長睇，大家一齊去睇翻嗰個嘅教學嘅成果咯。印象啊，咁我好多元化啦，睇到好多嘢，好多同學嘅表演。除咗學術方面咧，好多唔同嘗試俾小朋友。呢個遙控車砌出嚟就要喺 iPad 度裝咗落去，就用 Bluetooth 咁樣 connect，跟住就慢慢玩落去咯。我會喺度求款買手信，開心，因為可以有唔同客人嚟買嘢，咁買嘢好滿足。今年我哋有一個特別嘅環節咧，就係跨學科嘅活動環節嚟嘅。咁每個年級咧，佢哋都會有一啲好自己嘅獨特嘅主題。咁亦都就住佢個主題咧，佢哋有一啲大型嘅創作。最大嘅成效咧，就係小朋友咧，佢學會去欣賞別人啦，同埋佢會 build up 自己嗰個信心。即係我相信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獨特嘅才能。借住呢個平台咧，佢可以將自己嘅才能去展現，同時間亦都俾家長啦、俾學生啦、俾老師去回憶返佢哋整年嘅一個學習嘅成果咯。